来乡亲，咱就线来看这个郭台铭昨暝到屏东来举办第一场主流民意大联名的说明会。国民党籍的屏东县的议长周典伦话讲，现场超过2万人，为入口行到舞台，短300公尺，就行足足30分钟。周典伦伫个台顶演讲，讲伊要行对的路，这对的路是毋是就是代表伊要公开来支持郭台铭？安尼行为敢无违反着国民党的规矩呢？早起伫咧桃园参加活动的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欢迎一切支持侯友宜的力量，但是若是伤害造成分裂，安尼支持者绝对是反对到底。按每一双手，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发主流民意大联名，头一场造势伫咧屏东起口，300公尺离场距离行30分钟，人气呛滚。现场万法有2万人共同参与，互郭党的看甲真感动。只有大家团结合作，组成主流民意大联盟，呼应人民的期待，推出最好的人选。在总统与立委选举彻底下架民进党。上台一个话，在上好人选会是谁？郭台铭无特别讲，不过个边的国民党籍屏东县议长周典伦话就讲甲真直接。我行我对的路，我就爱行落去。阮屏东对你的热情，你有看到无？你有感受到无？这条的路是侯友宜，还是郭台铭？安尼公开咧家支持，敢会去达到党纪红线？或者和侯友宜就会去桃园拜关公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站出来回应啊！能够团结各界的力量共同来支持侯友宜，或者共同团结为胜选，我们都欢迎。但是，任何如果伤害我们的提名同志，或者是造成分裂，这是所有同志或者是所有的蓝营支持者是绝对反对、绝对不愿意乐见的哈。化作主流民意团结，郭党的头一场造势大会声势真大，敢若互连兄淡薄紧张。我们所坚持的价值以及台湾的发展的方向，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当然要针对接下来的所有政局的变化做所有的沙盘推演，这个是民进党一贯的立场。要用上歹结果做准备，各规家面对气势真猛的郭台铭，选举阵会是愈战愈美。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